其實約會肢體接觸點樣 kiss 拖手非常簡單，嚟去3個問題。唔敢，唔知點做，驚被拒絕，所以今條片都係針對呢3個問題，並且有咩具體方法操作可以成功 kiss 拖手，仲有99% 人都唔會話俾你聽嘅失敗補救方法。個標題黨都係天下無敵噶啦，但失敗咗又點會話你知？但真正屈機嘅係失敗咗都挽回到之後一樣成功。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嘅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影片結尾我會送你溝女秘笈，我由 A0168 讀 L 到不斷拍拖成功約炮嘅秘密，記得訂閱俾 like， 立即開始。首先唔好介意操作流程，後邊我一定會講，但依家你一定要專心聽到呢個部分。呢條片嘅順序性係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直接 skip 去後半部，然後溝女失敗俾人 reject， 你唔好怪我又話咩要 dislike。依家我講嘅呢個部分就係心態，好簡單。一個讀 L 就算學到咩魔術表演技巧，都唔會 kiss 到靚女。一日思維想法冇變，佢都係一個讀 L。聽唔明唔緊要，接下嚟2分鐘嘅時間專心聽我要講嘅嘢，後邊你就會發現操作技巧變得非常簡單。我會先由淺入深咁講，費事你跟唔上。一、停止功利思維，不斷想抽水或者諗住掂對方。大部分人都唔係溝女經驗特別多，否則你使乜睇呢條片？你一直諗點樣陣間 kiss 拖手，佢反應如何啊？好想抽水，結果就係陣間好 L 緊張，條女覺得你極猥瑣，成個毒 L 咁。倒不如慢就是快，快就是慢，陣間再處理。但接下嚟我要進入核心重點，真正令你成為情聖嘅秘密，就係停止過度追求技巧、套路、流程。喂，樓主，我屌你啊！你而家真係想點啊？開頭又話有技巧，依家又話唔好追求技巧，咪住，我都未講完。我只係話唔好過度依賴啫。但我真正想講嘅係面對真實嘅自己。無論你係第一次睇我啲片，定係已經睇咗大量溝女追女仔嘅教學，你之所以咁中意咩溝女攻略啊、金句操作，甚至流程、約會精心準備咩餐廳打扮、禮物送玫瑰花等等，講到尾就係你覺得冇咗呢啲嘢，單憑一個赤裸心胸、普普通通嘅我，女人又點會中意我呢？一定係嫌棄我，覺得我係垃圾。呢句説話有啲難聽，甚至你好想反駁我，但慢慢你會理解，我根本唔係講俾你聽，係講緊俾你潛意識聽。點解你會唔敢掂女仔？唔知點做，驚俾人拒絕，因為你根本唔敢做真實嘅自己。有啲人聽到呢度可能覺得好煩、好雞湯，想退出影片，冇所謂嘅。呢個就係你溝唔到女嘅原因，你未準備好，亦冇資格溝到女，冇資格做真正嘅你。雖然話人活喺社會一定會有偽裝戴面具，但係好多人對住女人，特別係靚女，會嚴重激發內心嘅焦慮、被拋棄、否定嘅恐懼。你內心嘅深處覺得，只要我係唔完美嘅，俾佢見到我嘅缺點，或者我冇滿足到佢嘅需求想法，佢一定會離我而去。真實嘅我係一個垃圾，唔值得被愛嘅。但係當你戴上咗面具，假扮紳士有禮，要求自己做到完美嘅一面，不斷去諗個女仔約會嗰陣有咩感覺，開唔開心，滿唔滿意，討好滿足佢嘅所有需求。咩佢係咪熱得滯，嘢食啱唔啱口味，佢想去邊，或者透過一啲自帶吹水證明自己好有料到等等。你覺得咁樣一定冇死啦？我要做到佢嘅白馬王子、完美情人。但好可惜，一段虛假冇真情流露互動嘅關係，就好似 AI 機器操控一樣。冇真實嘅情緒連結，兩個人進入咗一段虛假互相扮嘢嘅關係，甚至叻啲嘅女人直接食字上語講得好，你咁扮嘢，我偏唔俾你屌，唔同你拍拖，等你繼續不斷付出，成為工具人。所謂真實嘅意思就係睇見、接納並表現出自己嘅想法、感受、情緒，從而建立真實嘅連結同溝通，而唔係將對方嘅情緒、感受、想法各樣嘢取代淹沒自己。呢個亦係點解我話唔好過度依賴外在嘅技巧、操作流程、金句、禮物等等，將太多外在嘅嘢塞喺兩個人嘅關係中間，講到尾都係唔敢做真實嘅自己，要塞啲嘢中間，逃避呢一段關係，逃避自己嘅情緒同想法。當然我知有啲人真係冇溝女經驗或者成日失敗，所以我係準備咗一啲容易複製嘅技巧。但前提一定係你先認真聽好呢個部分，再去學所謂技巧。否則你未去到 kiss 拖手，條女可能悶得滯，已經直接尿遁閃人。我希望你知道，真實嘅自己一樣值得被愛。其實我以前一樣唔明白乜嘢叫做自己，點解要做自己，乜嘢自信真實溝到女，我都唔知你講緊乜嘢。陳冠希好耐之前接受達哥訪問，一樣話咩溝女要 be yourself。當然一定會有人話咩佢好靚仔，所以講咩都啱。但呢啲唔係討論重點，而我想講一個人敢唔敢做真實嘅自己，好睇你細個有冇感受到愛。究竟係你嘅需求想法有被尊重同滿足，定係其實你先係滿足人哋想法嗰個人？難聽講好多所謂父母子女嘅關係，實情係完全調轉，子女先係父母，去滿足父母所有嘅需求同想法，而自己嘅想法已經俾人淹沒咗啊！一啲都唔重要。
你唔去滿足人哋，你有缺點，你就係一個垃圾，不值得被愛。拋開面具係需要非常強大嘅內心去做真實嘅自己，接受自己嘅唔完美，意味住直接面對俾人拋棄嘅恐懼。自我接納係一個過程，需要時間。我只係話俾你聽發生咩事，至於你想要點做就交俾你自己決定。但我想講，做真實嘅自己一樣值得被愛。好，呢度我都唔賣關子太耐啦，進入行動操作方面之前，記得訂閱俾 like， 影片結尾會送你溝女秘笈，我由 A0168L 到不斷拍拖成功約炮秘密，記得留意。首先，約會前先唔好諗太多，擺埋一邊，諗多一定錯多。個人好緊張嘅話，乜嘢方法技巧都做唔到。但如果你人生真係好少掂女人，諗起掂佢隻手咧都嚇死你嘅，咁你先由一啲好社交式嘅接觸，好普通禮貌性嘅接觸做起，咩 give me five 掂膊頭，一啲你唔會嚇死你自己嘅行為。到約會中後期，兩個人關係近咗，身體距離都近咗，行緊又好，喺公園海邊坐低又好，周圍冇乜人，氣氛比較好嘅時候，你可以由小開始試起。真係驚嘅，掂下手指都 OK。本身掂人哋手指呢樣嘢動作好細，但已經有啲曖昧。正如你唔會去掂你男性朋友嘅手指一樣，我覺得對新手或者一啲好驚青嘅人嚟講，動作越細嘅行為確實係越容易嘅。你試出到個膽量，再多一啲眼神嘅接觸，掂下佢塊面，攬下膊頭，你個人信心越嚟越大。另外，如果一諗起肢體接觸就好驚，請多啲講嘢，因為有啲人咧會突然嚇到自己輕咗機，完全唔講嘢，成件事氣氛好尷尬，變咗怪人咁。但我前面亦都講過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就係後續處理。實話實說，大部分人都係標題黨，講到咩100% 成功，好似做咗個天下無敵，好簡單。因為你去溝女，佢又唔使負責嘅。但如果失敗咗點搞咧？有啲人係好擔心失敗嘅，覺得失敗咗就係約會玩完啦，女仔唔中意我。但從我無數嘅約會經驗，可以話俾你知，其實所謂嘅肢體接觸失敗真係冇乜大不了。可能係前面嘅吸引、情感連結同埋兩個人信任未夠。好多人淨係企喺自己嘅角度，不斷諗所謂成功定失敗，將所有嘢同自戀係咪俾人拋棄畫上等價，都唔係真正意義上嘅情緒連結、互相了解同尊重，變相好容易俾人拒絕就崩潰嘅，覺得已經收咗皮嘅。其實你應該更加多 focus 翻喺約會嘅體驗同相處。只要你唔係好執着嘅，成日煩住人嘅，你有一個開放嘅心態，女人就唔會真心去反感你，你亦之後一定會有機會同佢更加 close。最後我明白好多人喺溝女路上毫無經驗或者有好多嘅失敗，我曾經同你一樣嘅，甚至差過你 A0168公屋，未試過同女人單獨食飯，同女同學講嘢腳震，但透過不斷學習主動溝女，經歷無數嘅拒絕失敗，最終成功進入數十段嘅關係。今日我想將我成功嘅秘密分享俾你，冇樣冇錢冇身高陳同街流馬車 Kenny 溝到女嘅秘密，全部喺晒度，立即點擊影片描述欄及留言區連結報名。我上條片係講關於女人從來唔主動嘅真正原因，想知佢係咪中意你，點樣逆轉呢個局面嘅，立即 click 右上角睇片。想學溝女記得睇 ENK 男性情感，呢個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我哋夜晚8點出片，記得準時收睇。如果唔想錯過任何溝女、約會、網聊、男女情感方面免費資訊，記得訂閱、打開啷啷將條片 share 出去。我真誠祝福每一個俾 like 嘅朋友，溝女順利，左右逢源，立即出鋪識到女朋友。下條片再見。Bye。